大家過好每一日。踏入6月1號，第一個要慶祝嘅節日就係國際兒童節啦。演出分為4個篇章，當中就包括嚟自香港、澳門等全國各地，有過千名小朋友同青年以歌舞、武術以及情景演繹同台獻藝。舞蹈設計嘅總教練話，表演喺霹靂舞嘅基礎上面融入中國元素，例如模仿龍嘅動作，寓意大家都係龍的傳人。過國際兒童節活動，希望大家繼續關心兒童。不過，除咗小朋友之外，狗狗都一樣需要大家嘅關心。平時面對壓力或者唔開心會做啲咩？有人會聽下歌，有人會畫下畫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一啲活動，如果結合埋專業引導，就會變成一種表達藝術嘅治療力量？今日咧，我哋就請咗註冊藝術表達藝術治療師黃靜雯，同我哋分享點樣用藝術力量化為解讀學生內心嘅窗口。威儀姑娘你好，演戲咧，你哋平時會舉辦啲咩活動啦？同埋呢一啲藝術活動咧，又係點樣幫助咧去達到治療效果嘅咧？而講到最受歡迎嘅，就肯定唔少得中華美食街嘅熟食專區。今屆設有40個熟食攤位，好似新疆烤串、福建炸醋肉同吉林烤冷麵等等。邊行邊掃街，真係少啲胃口都唔得啊！不